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isaki 教練，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咧濕疹飲食嘅紅綠燈，到底有啲乜嘢應該食，亦都有啲乜嘢咧係唔應該食咧？紅燈就係高風險嘅食物啦。咁一般嚟講咧，佢係最常見嘅致敏原啦，同埋一啲刺激物。大部分嘅濕疹人咧，其實都會對佢哋有敏感啦，所以都會建議大家咧可免則免。例如乜嘢咧？牛奶、花生、雞蛋、堅果同海鮮，特別係甲殼類嘅海鮮咧，都特別多啲朋友仔會對佢有敏感嘅。第二部分黃燈屬於中風險，只有部分人咧對呢類型嘅食物係有反應，或者呢一類食物咧係屬於咧比較刺激性嘅嘢。例如加工食物啦，我哋會添加咗好多人造色素啦、防腐劑啦、一啲化學物質入去嘅。而煎炸同埋高糖嘅食物咧，就會引起咗我哋嘅身體咧嘅發炎反應，會令到我哋濕疹嘅問題加劇。柑果類咧，亦都會令到我哋嘅身體容易啲咧受到刺激嘅。至於一啲茄類嘅話，就係因為咧佢有一個叫做生物鹼咧，有啲朋友會對嗰類型嘅嘢有反應嘅。部分嘅熱帶水果啦，例如芒果、木瓜、荔枝、龍眼咧，其實有部分嘅朋友仔佢會敏感，亦都會令到佢個濕疹加劇嘅。低風險嘅食物較少會引起敏感反應，例如米飯啦、藜麥。我哋食緊唔同顏色嘅蔬菜啦，例如我哋嘅西蘭花、椰菜花、一啲菠菜類嘅紅蘿蔔，都係一啲比較少引起敏感反應。仲有好嘅油分，例如我哋嘅橄欖油、牛油果油、一啲堅果嘅果子，好似南瓜子啊、奇亞籽呢一啲都係屬於一啲健康嘅油分，協助我哋嘅身體消炎。最後就係我哋嘅肉類啦，例如我哋嘅瘦肉啦、雞肉、淡水魚都係屬於咧低致敏類嘅。記住啦，以上嘅食物咧只係供參考，因為唔同嘅朋友咧真係有唔同嘅食物反應。你可以咧根據一啲嘅飲食記錄啦、排除法啦、一啲過敏嘅測試咧，去了解本身有啲乜嘢係會對你嗰個濕疹咧係引起過敏嘅。而濕疹嘅朋友係咪一定由食物引起咧？咁就唔一定嘅。咁有啲朋友係會因為情緒嘅因素啦、環境嘅因素，或者係對一啲植物類啦，有啲人係對塵蟎咧嘅敏感嘅。聽到呢一度，如果你想同我一樣透過飲食咧去改善濕疹同濕疹講拜拜嘅話咧，歡迎你 DM 我，約我做一個濕疹嘅營養諮詢咧，了解其實你嘅濕疹來源係喺邊一度。我哋下一條短片再見，拜拜。